对老师出来တင်情，讲去年8月新校长上任了后，就甲因刁难。敢若校长是解说讲遵照行政流程，无针对特定的计划。搁较济，搁较新的新闻，请锁定暗时7点的AM新闻。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今开始施行，国安基金也出手护盘，台股今日继续落超过18000点，最近是达到4000点啊。外国媒体讲，这台积电晶片可能互华为摕去做 AI 处理器，违反到美国贸易出口管制，恐惊要罚美金10亿。高雄桥头有一间旧衫回收厂，在起吨2-3楼高的旧衫强强放落来，甲一个工人翕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受到这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台股这礼拜是一直咧落。今仔日咧，这国安基金就出手护盘，台股今仔日犹原是同款落，收伫咧17391点。台股伫咧短时间内落到4000点，真侪投资者是拢四界去借钱，甚至也传出讲有人客去甲这寿险公司要解除这保单情形。台股连续大落。国安基金提高介入场执行市场安定的任务，台股开价阁无稳定，大盘大落1068点，失守18000点整数的关卡。指标性的台积电早盘股价虽然有起，不过10点了后就开始落，中场是落31块，股价收跌785块。国安基金的护盘，它还是有一定的短期信心上面的一个提振，但是不保证啊，是这个国安基金进场就是最底部，行情的底部呢？还需要等这川普的这个关税的一个政策，看后续如何做发展。大跌的时候，有一些大户还不敢卖，怕卖了以后跌得更凶。国安基金进场去搭台的时候，他就全部都丢给国安基金了嘛，他就可以少赔一点。那是台股，阿股的表现嘛是规个青顺顺，日经指数收盘大落要1300点，落要4%。韩股甲香港股市嘛持续在落。今日上海综合指数伫政策护盘的情形之下有起，因为台股连续3个交易日是大落要4000点，嘛出现券商提出融资追缴令，受影响的股民是四界咧总钱要周转，而且嘛传出大型寿险公司出现投保人解约要求解套的情形。看看你的这个保单，它的下面有没有附加一些医疗、癌症、意外的这些附约，不要随便轻易的解约。如果真的发生一个需要医疗或者是重大伤病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医疗的功能。保险专家提醒投保人，都要斟酌看保单附加险的部分，唔通着急要解约，损失医疗的保障。另外，有报道指出，因为融资追缴令，嘛互部分的银行小额信贷业务量向直头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在今仔日开始生效啊！台湾去封口32%。那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和就表示，台湾已经向这美国展现诚意，双方长的季节当中，要安怎来谈判？台湾方面呢会派出和美国对顶层级的代表去谈判，也强调讲，伫咧谈判进程，咱的科技啊袂当颠覆看。美国对顶关税正式生效，咱国正式开始封口32%关税，各方真注意台美谈判进度。对此，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讲，咱方已经向美方来提出诚意甲善意，双方正密切联络接触中，并且讲谈判时一定要表达，台湾是美国国际工业化过程中的好队友，强调台美互利相赢。我们先不预设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只预设说，我们用最好对台湾最有利，或者说对台美之间能够互利双赢的模式去谈，在还没谈之前，这个底牌还不能亮。
南方谈判小组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来领队，成员包含国安、外交体系甲经贸办。不过，民进党立委建议应该邀请前总统蔡英文也是副总统萧美琴担任谈判小组第四团团长。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点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是不是在敦请张忠谋先生为这一次我们谈判团的代表成员之一？相信对台湾整体最后的结果是有正面的加分的效果。什么时候谈，怎么谈，跟谁谈，我想都还在接触当中。大概也要看美方这个哪一个部门的谁，然后我方是对等怎么样子的代表去谈。对着关税风暴，台湾美国商会搁再发出声明，指出台湾10年来致力解决甲美国贸易失衡，对台扣对顶关税，无考虑台湾对美台双边经贸伙伴关系贡献，呼吁台美政府加速谈判，把这个关税降到上低。The president will, at the end of the day, decide what package he wants to accept as a deal. The president, is famous for his negotiating ability and famous for his ability to create deals when nobody thinks it's possible. I would encourage folks to, in other countries, to approach with offer. 北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伦鼓励台湾应该甲美国贸易代表处甲北京继续来沟通，并且建议台湾现阶段必须对美国讲好这个具体投资，并且伫台美贸易大幅竞争的产品部分，给予一个平衡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这路透社的报道，讲这台积电将有可能违反着美国贸易出口管制。这台积电的晶片将有可能是去互这华为摕去做 AI 处理器，这下就要面对美金10亿的罚款。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强调，台积电是遵守法规的公司，对于台积电来讲呢，这个问题应该是无存在的。受到美国提关关税冲击，台积电连续3个交易日股价拢大落，就算找到国安基金入来护盘，台积电同款落到800块以下，收盘是785块，落31块。敢讲好个先刷记载袂掉啊？半导体很重要，人家知道，让你自己想拿它当盾牌哦，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而且如果你认为说经济上的保障或稳定性可以保证你安全的话，你看乌克兰这句话就不会成立的。同时间，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因为台积电生产的晶片技术和华为导入 AI 的伺服器，更加面对10亿美金的罚款，传出美国商务部考虑对台积电做出更加大金额的处罚。对这台积电表示无要评论传言。经济部长郭志辉嘛认为这是无存在的议题。我想台积电是一个遵守各地法规的公司啦，经济部因为没有收到这样的这个讯息，所以我们不予评论。很可能是台积电已经遭到了美国华尔街秃鹰的狙击，也就是说，他们要刻意打压台积电的股价。像今天，其实川普政府就说了，如果台积电不加速去建厂的话，那美国政府就会给台积电继续科100%的关税。你看看这个针对性有多强？面对川普关税当局，都惊看动未来经济前景，台湾科技产业应该要安怎？我们只有等嘛。比如说我们卖 IC 的，后面苹果这些做系统的人，他说我也不知道要卖多少钱了，那怎么办？他说那你今天不要给我货，我们停，马上就没有收入啊。那你薪水发得出来吗？那银行会不会说你的这个融资我也立刻收伞了？要不然太危险了。那一收伞不是就又火上加霜了吗？所以这个就到后来，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说，看你韧性有多强。罗志文表示，讲关税问题占级是真悬，是到国家的顶级，企业敢会当等政府来处理，加上目前无确定性是伤济，只会当先观察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桥头有一间旧衫回收场，早起发生公安事故，内面蹲2-3楼悬的旧衫熊放落来，甲一个工人翕掉的，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啊，送病医了后，犹原救无回来。劳工局去到现场勘查，发现讲这个旧衫呢是蹲规堆，虽然无防护措施，会依照这样法改发，而且下令停工，也依请地检署来追究雇主的刑责。高雄桥头一间旧衫的回收场，员工是着急甲心狂火倒，赶紧带消防员入去。找到早起传出公安事故，一个差不多60岁查某员工，伫处理衫的时阵，边仔贴甲2-3层楼悬的旧衫，怎熊规个放落来，该戴伫下骹。有利用他们的这个工具这个把衣服来搬开另外再以徒手的方式来实施这个搜寻。
消防员伫规大堆的旧衫内底，找到这个掉伫下骹的员工，不过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抢救也是不幸过往。家属知影这个消息是真伤心，也真生气。万滩回收场无做安全的措施。那么高的东西你怎么没有防护？最起码你要每一层衣服都要有一条布啦。有整理甲无整理的衫，全部拢贴甲2-3层楼悬。整理了后，外销去其他的国家再利用。现场并无区分作业区，衫搭甲遮尔悬，员工伫下骹咧做工课，若雄雄放落来就有风险。其他业者私底下表示，这种的是旧式的做法，即嘛大部分的回收场拢改用输送带，而且分区作业，确保人员的安全。原料存货区一定要固定，员工的作业区你都要区分出来，外销成品区你也要把它区分出来，不能混合在一起，这样很危险。堆放的物料没有采取绳索捆绑、护网、挡桩、限制高度或变更堆积等必要防止倒塌的设施而造灾，雇主违反治安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万元的罚款。劳工局派人去稽查了后，以这案法来裁罚，嘛下令业者都要停工，而且地检署追究头家的责任，嘛呼吁业者物件若要贴悬，都要另外固定或者是限制悬度，来维护劳工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继续来关心这台中新光3月的起爆案，这台中市消防局进前有公布鉴定的结果，讲是加速爆炸。检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楼层的加速总开关去互禁无禁起来，而且这加速泄漏感知器也去互拆掉。目前也传出讲有几多名现场人员互列做是过失致死罪嫌的被告。那新中天然气公司就表示，因是有遵照新光3月的要求来做处理，专案也搁伫咧调查，无要加做回应。台中新光3月搁伫征收，但是检方追查起爆的原因出现新的事情。起爆发生了后，新中天然气公司是第一时间强调讲，伫时间进前已经甲楼层加速的总开关关掉，但是检方调查发现讲，起爆的12楼要侦测加速敢无漏出去的加速感知器互拆掉，但是楼层加速的总开关根本就无关，搁加上技术火源才会造成起爆的发生。我们就针对新光3月的请求去做瓦斯表及开关而已，其他我们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这样。新光不会去帮你加关总开关啊。你们家的瓦斯表拔除了以后，他只是把它填塞起来而已啊，他不会把你们家的管子拆掉啊，他怎么把你关掉？检方会去厘清无关总开关这责任的归属，也传出讲已经甲几个伫起爆现场的人员列作过失致死罪的被告，检方伫最近嘛开始来约谈。包含业者、厂商、施工单位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厘清，并非只针对特定身份及厂商，亦不局限于特定单一之疏失行为进行究责。对于究责对象及范围，尚待侦查终结时能全盘认定。台中新光3月伫起爆了后，目前拢搁在停业，业者嘛向桃法局提出整体整建修复，一直到会当提供使用的计划。市府嘛证实讲已经收到，但是搁有相关资料必须要补件，卖加强辅导。桃法局讲，目前整体的建筑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建筑物的整建修复。不过新光3月甲当时还未完整提出整体的安全评估和专业签证，桃法局已经要求因保证，而且和专业技术来签证，而且经过备查了后，会当照计划来进行修复。记者综合报道。面对霸凌甲性骚扰，千万唔通吞论。来看高雄某一间科技大学，真正有这查甫学生出来指控讲，长期以来因系上老师会甲伊揽腰、摸尻川等等。检方清查了后，发现讲这被害查甫学生不到20个人，而且同人拢知讲，这个老师就是一个小弟哥，只是无人甲伊逼出来尔。检方认定讲，这涉念的老师利用权势甲人性骚扰，目前已经甲伊提起公诉。高雄某科大进前有女学生出面讲，长期互系上的老师揽腰、摸尻川这不当的行为。交头地检署接报了后，指挥警方侦办，清查了发现被害女学生有将近20人，也过有部分的被害人已经超过告诉期限，也是无愿意出面来作证。也过有4名被害人来指证，讲家己遭到侵犯的过程。检方统计涉案的老师至少犯下8摆恶行，犯行伫学校大家拢知影，可是从来毋捌被记发。被告林男是高雄市某科技大学专任讲师，利用权势对女同学为猥亵及性骚扰之犯罪行为，以涉犯刑法利用权势猥亵罪及性骚扰防治法
利用权势性骚扰等罪嫌，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检方批评涉案教师继续多年利用权势趁工作机会，大量接触无特定的女大学生，伫公开场合甲私密的所在，多摆性骚扰受害者。这款的行为是严重败坏私德，严格到即阵却是好林缓刑，所以讲改起诉，更加建请法院将当量刑。本案是今年初本校女同学于社群平台发文爆料后爆发，当日本校即依法启动校内调查及性平程序。目前该教师被处以停聘中，等待性平会做成最后处置。校方也讲，严肃看待性别平等案件，会继续加强性别平等宣导工作，鼓励受害者勇敢提出申诉，保护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爱尊重甲保护咱家己的身体，根据这现代妇女基金会推广，但是这影像性暴力的被害人，敢若成年人呢，就79万人，甚至15个人内面就1个人捌互偷袭过。这影像性暴力的问题呢，唔但发生伫咧成年人，甚至有这唐氏症的这个患者，这个少女呢，伫社群平台和人交朋友，说互拐去翕私密影像。2礼拜前，佫一摆出庭，艺人黄子佼暂停拢无讲话。限日丑闻案件，伊涉嫌非法持有超过2000部这个离校的性影像，官司胜者伫咧理性心理。认罪吗？专案继续心理中要外界关心未成年的性私密保护，不过证表出有当事情的少女互诱骗翕这个性影像。家长会从孩子们的手机上面会看到，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不雅的照片，因为他很渴望交朋友，所以他没有办法辨识说今天这个邀请到底是真心想要跟他交朋友，还是他虚拟的。接到家长求助，出来的囡仔伫社群平台交朋友，却是互朋友引起翕无清啥相片。当时经基金会分析，基本的日常关心是有心人伫培养信任基础了后，开始讲好听话甲骗，对换穿无同的衫裤，一步一步诱拐伊家己翕无清啥相片互人，互认知功能较低当时经囡仔落入去陷阱内底。让恶意收敛，停止影像性暴力。对着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发现，国内每10人就有1大人自身的性私密影像，伫脅迫也是偷翕者无经过同意的情况下，互有心人摕到。更加估计每年的大人被害人大约有79万人。我持有你的影像，或者是我去购买，我这些消费者我并不罚。那不罚的状况之下，大家会不会再继续去观看、去购买？会啊！我希望在修法的这个层面，我们可以把成年的就是非法的性影像的这些持有跟观看的部分都能入罪。执法单位去年查到这类案件的嫌疑人，对警方的3200人，地检署起诉无到600人。尾啊，有罪定案的，敢若剩187人。妇女团体建议政府成立专职调查人员，制定有效的反偷袭政策。无缘无故持有也是买大人的非法性影像，也应该立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有7个伫咧新竹读册越南学生，伫咧台湾竟然做这诈骗的共犯，伫咧做车手，一工赚2000到7000，落尾去是向判刑1年9个月。另外，伫咧台北呢，也有民众伫网络顶头交朋友，说当着这假投资诈骗了500多万，伊也配合警方，甲这车手约出来见面，协助警方破案。这个查甫人雄雄站起来，行去隔壁的座位，其他的人接到暗号，赶紧去甲包围，因拢是便衣的。穿黑色外套的查甫人当场去互警方压掉咧，桌顶有袂少现金，拢是早起的压榨钱。这个互掠到的车手，甲人约见面摕钱，分数顶还佫早点钱机。由被害人配合警方，佯装以现金购买虚拟货币，并与诈团成员相约于素食店面交。辖区的警察接到报案，有一个台北市的市民落入网络交朋友的陷阱，哄骗投资泰达币赔500多万，所以甲警察合作，甲车手约出来见面，靠受害者合作掠车手。警方嘛感觉这个方式袂歹，民众减去领奖金，不过这个机制实施1礼拜，效果啥款，官方是暂时无提供。就照工程款怎么安排怎么做就好。没有打电话去对方找，他不是做这个行业。真的，唔但罚诈骗，嘛都爱主动诈骗。银行的行员受理汇款，听到是要摕去装潢的，就随口劝甲通报，都惊这个查甫人去互骗大耳。因为这种的讲法已经是诈骗惯用的手路，甚至非法的组织即嘛会吸收外籍学生来做诈欺的车手。
张义成今年预做日益国际化、组织化，并以在台就学之外国学生作为招募之主要目标，藉由同乡同学牵线，以高额报酬诱因，吸收其担任提款车手。根据检方的调查，有7个越南籍的学生伫新竹的大学读册，不过却是去互共乡的嫌犯招去做车手，赚外路啊。过一天上济会当领7000块，即马防以加重诈欺等罪嫌来起诉，检方具体求刑1年9个月以上的刑期。公视新闻台北新竹报道。来看高雄凤山一间国小，就家长指控讲，遮拄读这国小的囡仔呢，竟然去互老师摔册牌啊、渗水皮，而且骂甲真歹听。搁再甲这囡仔经过讲袂当去甲爸母斗哦，这囡仔是惊甲唔敢去学校，顶个月已经转学啊。学校早起就表示讲，已经有通报1个礼拜内会开会处理。发文一句一句拢真生气。高雄一个家长册被伫面册社团指控，囡仔读凤山一间国小1年，互老师摔册包、拍面甲言辞暴力等，各项威胁，袂使转去厝甲爸母斗。当晚上接到他的时候，他的脸还是红肿的。跟孩子询问之后，才发现老师是从正面用力的打他的右脸颊，打完直接拎着他的头发，直接往走廊的方向去。老师将囡仔揪去办公桌仔边仔敬祝，家长坦白，囡仔较蛮皮，但无代表老师会使暴力对待囡仔，已经投诉教育部。顶个月车站嘛帮囡仔转校，写明转校理由是不懂管教。转学单上面我也很清楚的写。老师管教不当，帮我办理的那一位女教师，她在电脑上面提出的原因是改变环境，跟我写的完全不符。我后来完全没有接到校方任何的回应，完全没有，至今1个月了。面对指控，校方催告回应，前一暗才伫网络知影这件代志，并唔知影家长捌伫转校理由写不懂管教，目前已经通报校安。透早问班上的学生，嘛讲无看到体罚的行为。老师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拉扯的行为，询问，在班上是不是有扇耳光，或者是一些体罚的行为。那老师当下也是否认有这些情况。校方表示，这个老师年资大约20档，过去无不懂管教记录，会对家长提出的不懂管教等争议做调查，后续照教师法等规定处置。第1礼拜来开校事会议，讨论后续处理。公视新闻陈环宇、柯建俊高雄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呢，在对全世界86个国家要扣这对等关税啊，而且川也讲到来源的台积电，讲这台积电呢，若无伫咧美国设厂，将有可能要改扣100%的关税。伊也强调讲，有超过70个国家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只是美国无法度伫咧短时间内全部处理，所以来呢，将有可能要甲这药品扣关税，也因为美国市场真大，若阵扣落到底，这大药厂拢会转到美国去。美东时间初到透早，也就是台湾时间中昼12点，美国开始对全球86个国家扣10%至50%之间的对等关税。真正川普伫个共和党众议院全国委员会，哪听音乐，哪跳舞，而且甲大家讲伊对等关税政策，讲这会互美国逐工拢有真侪钱入来，而且无论是倒一国，敢若会当透过甲美国直接谈判这条路。We're making $2 billion. This isn't 35 million, that's peanuts. $2 billion a day. 另外，川普佫一解讲到台积电，而且公开批评前总统拜登，互台积电66亿美金的补助，互因伫亚利桑那州设厂。川普讲，这个半导体公司根本就无需要这条钱，而且伊嘛无互台积電半仙。They're spending $200 billion in Arizona building one of the big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without money. All I did is say, if you don't build your plant here, you're going to pay a big tax, 25, maybe 50, maybe 75, maybe 100%. 最近，川普开始安排甲主要的盟国做贸易的谈判，不过要甲中国伫即个上尾时刻达成协议，看来已经是无可能啊。所以川普强调讲，中国要外销去美国的物件，关税税率累计到104%。针对鱼音甲拼多多等等中国的电商，现在以小额合约的方式寄去美国。川普宣布，为5月初2开始就无阁下用啊。6月开始，中国每一件用寄的包裹会另外扣150块美金固定的费用，是比进前起3倍。I think they'll make a deal at some point. China wi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really d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just don't know how to get it started because they're proud people. 有关关税，川普强调讲，超过70个国家拢想要来甲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不过问题是，美国无法度一个手甲遐尔侪国家见面，而且嘛无必要。
因为对顶关税已经正式生效。 And we're doing very well in making, I call them tailored deals, not off the rack. These are tailored, highly tailored deals. Right now, Japan is flying here to make a deal. South Korea is flying here to make a deal, and others are flying here. 川普阁讲，真紧就会甲进口入来美国药品扣关税，而且只要一个扣税，才会做药仔工厂就会随转来。因为美国的市场真大，比其他的国家还佫较有优势。这几个礼拜以来，川普一直讲到药品的关税。 不过，并无详细说明时间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讲到美国关税政策施行了后，咱国内传统产业也受到影响。亲像台中丰原这做鞋仔厂商无排除放无成价，另外这中华社头做鞋仔工厂也接到暂停出货通知。有学者表示讲，这传统产业爱想办法甲技术升级，做出家己品牌，才会当降价冲击。 港农伫下底高价起力刷落来底部，台中丰原的这下厂搁在运作，但是讲到要面对美国关税的冲击，业者讲压力是真大。已经那么难了，今天又碰到这个关税的问题就很怕内销市场又老百姓又不消费。 台中丰原本地是有真侪这下厂，但是真侪年来面对中国的倾销和中美贸易战的冲击，已经关足侪间。业者讲，目前一寡鞋厂已经是一礼拜休3天或是4天，即摆关税搁加重，无排除予20派员工去放无薪假。伫咧中华社头，有卖仔工厂是已经接到美方的通知，讲订单暂时停止出货，产线嘛只会当升天高。现在突然变成加32%，那他们真的是感觉到呢。 这样压力很大，而且呢比较困难，所以说叫我们暂时先不要出货。产业受到冲击，多工嘛会受影响。劳动部长洪新涵讲，即摆二股是以出口为主的团产受创上严重，尤其是以机械、汽车零组件、树林、塑胶、石化、水五金上明显。伊讲会去关注这企业的劳工，而且提出相关的补助方案。已经开始跟很多的工协会，也包括。 很多可能潜在会受影响的工会已经开始联系，那密切掌握大家的这个产业里面状况，包括企业用人的状况。经济学者认为，讲台湾的传统产业长期是面对继续的竞争，劳动力走去外国，和产业空洞化，和大多数都是台港的品牌困境。这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竞争力一直降，应该思考转型。企业自身的应变，还有从产业集体的升级，或是从政府政策的引导这双方面来改变它。关税政策它是一时的但是产业结构的脆弱才是根本的问题。学者认为讲，台湾的团产过去成为转大效应受惠，但是这波关税的冲击是全球性的，会造成产品入去美国的条件变多，而且本地贸易规则嘛会互规个拍破。只有增强团产的体质，再加上策略的调整，才会当进一步来应用度过这个困境。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就表示，这乌克兰有掠到2个参加罗西亚军队的中国公民，因来要求外交部爱和北京联络，要求中国说明。那这部分的中国和罗西亚暂时无回应。乌克兰军队掠到2个为中国来的士兵，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要求中国解释，这是乌克兰当局第一摆指控中国向罗西亚提供军力。Ми взяли в полон кита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Відповідно, є документи, є їх паспорти, є навіть кредитні картки. Це громадяни Китаю. 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显示，其中一个中国人被铐起来讲中文，也表示最近烧战的情形。乌克兰外交部长斯皮哈表示，中国军队伫乌克兰领土烧战，和中国所谓的和平立场遭到质疑，已经条件自基辅中国大使要求说明。这也表示，唔北韩伫帮助罗西亚烧战。It's disturbing with North Korea participating. It's disturbing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having been captured. China is a major enabler of Russia in the war in Ukraine. China provides nearly 80% of the dual-use items Russia needs to sustain the war.
虽然北京甲莫斯科伫政治甲经济互动密切，不过中国一直想要伫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佮一直否认军援罗西亚，包含去年正式派兵去支援罗西亚，引起国际社会关切。西方官员今年初捌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伫罗西亚西部库斯克州作战的北韩军人，才3个月就将近40%伤亡，差不多是1000人战死。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北约秘书长卢德去年就任了后，在车杯头一届访问日本，伊伫咧海上自卫队的基地表示，北约密切关心解放军伫台湾附近的军演，也认为这情形是使人烦恼的。另外，日本也发布2025年外交拿批注，特别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北约秘书长吕特2024年10月上任，车杯第一遍访问日本。随去日本神奈川县的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并且登上护卫舰坐上好视察。吕特表讲，北约积极伫咧推参加 IP4， 也就是印太四伙伴，包括纽西兰、澳洲、日本、韩国的合作，所以选择优先访问其中上大的日本。同时也讲，强军这群伫咧台湾周边海域扩大军演的情形，互人真担心。If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all allies in NATO, bu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IP4 concerning Taiwan, so that you know. And of course, we are worried about all these drills and all these military exercises. So we follow them very closely and are a worrying sign, clearly. 吕特顶礼拜伫咧接受日本时报访问的时阵，捌讲未使对中国扩大军力抱持伤天真的态度。因那吕特车杯伫咧横须贺基地，也特别重视这件代志。China is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ar effort. China is building up its armed forces, including its navy, at a rapid pace. So we cannot be naive. Develop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o important. That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n my visit here. Thank you. 吕特车杯伫咧东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吕特对日本提悬国防预算，予因肯定。日本想要参加北约援助乌克兰的组织，吕特也表示欢迎。吕特初九会伫咧东京一间大学演讲，同时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另外，日本伫咧车杯发表2025年版的外交拿批书，指出北京想要以武力片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的现况，也讲到中国伫咧台湾周边举行的军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还特别讲到今年2月石破茂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了后的联合声明，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甲繁荣不可欠缺的元素，敦促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讲到最近逼出到这民进党立法院的助理，也个民进党进前党工，甚至是这总统府幕僚拢牵涉到强盗案。公安局长蔡炳刚今日就表示，有一寡相关案件也搁伫咧侦办当中。啊，那局长也是强调，针对目前国安法不足的部分，也准备要修法，避免这中国对台湾统战或者是渗透。了这个国会助理被渗透的事情，好，当然这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前助理的这个身上。应聘进来的助理其实有涉及这国安问题，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警示？伫这份电力团做强敌案，捌做过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助理，一个几位民进党立法委员助理的性所兴，互检调进行了，虽然是20万交保，不过民进党立委也是真担心。问国安局是不是让协助建立安全查核机制？很愿意来提供我们国安单位的做法。那像我们局里面有180几个职务都有类似列为核密查核的对象。那在核密的过程当中，又有分甲级以及丙级。这一位我们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但是据说他是被抓到说在刺探帛琉的情报。我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那是国会，包括民进党的前党工，也有总统府，拢被查出有人涉及强敌案。大家拢伫咧注意讲，是不是也未逼出来？相关的一个案件，有些都还在侦办当中，那有些还在搜证当中。所以有其他案件，但是还在调查。对各种案件，只要有相关的违常或违法的事态，我们都会积极的来收集相关的证据。因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
中共针对咱军事单位也有政府机关进行渗透。自2020年到即马，强调案起诉159人，其中有现役加退役军人95人，比例是60%。主要手法是包括退役、留外现役、金钱利诱，也有债务胁迫。一定会积极的来搜证，那务必做到全面的清查，不分党派。方面是能够速查，第二个部分能够严惩。作弊案也讲，已经甲法务部共同检视国安法条文内面，是毋是有需要搁再真正加强的所在，来阻止强烈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有中国配偶宣传用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去互移民署取消伊的居留权。法务部长陈明谦呢，在今仔日立法院就表示，政治上的言论若牵涉到高度战争，依照着这宪法的规定，是袂当当作是言论自由的。不过，什么款的行为算是高度战争呢？部长也讲，目前是无明确的定义，会阁讨论。约会阿下小鼻文琪等人因为宣扬中共武统，和移民署遣返取消伫台湾居留权，引起在野党质疑。国家介入特定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西九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对这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有关于这些仇视性的一个言论哈，那这部分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那我想，这个我们还是会兼顾言论自由的保障跟公共利益的一个维护。既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那我们就应该把一些规定讲清楚，让人民能够有所适从。陆配基第军假最近有真济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陆配所收到移民署通知，限期3个月内交付丧失原籍的证明，啊若无会面临撤销定期许可，甚至直接除户。所以移民署甲陆委会强调，用法条例2004年修正施行就已经明定，不过民进党伫会认为，这么大动作执法太过凊彩。那这20年来啊，有没有任何一件被你们注销的？有因为检举不注销，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没有缴交被注销的，有676人，676个。是，那你现在还有1万多个，你怎么办？你说依法行政，可是你实际上把人全部都卡在原地，那你当事人怎么办？其实我们陆委会跟移民署最近都接到很多的陈情电话啊，那有些的说他没有办法回去拿的理由，我们听起来是比较相对合理。但是有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合理啊，所以这些陈情的理由五花八门，所以最后我们会跟移民署一起会商。都叫引起陆配惊吓，陆委会表示，对有实际困难个案会提供必要的协助。移民署也已经设服务专线甲电子信箱，提供定情就案处理，强调兼顾执行妥当性甲人道的需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罗厝国小的台基浸水式教学受到国教署肯定，不过团队老师出来澄清，讲去年8月新校长上任了后，就甲因刁难。校长是解释讲呢，遵照行政流程，无针对特定的计划。守护台语，守护台语，终止霸凌，终止霸凌。一年人伫台中市政府头前真正抗议，要求市府爱出来主持公道。罗厝国小台湾台语浸水式教学计划团队表示，因2021年开始参加国教署台湾台语浸水式的教学，互学生为生活、课程各方面来接触台语。但是2024年8月新任校长到任了后，教学相关的计划执行、经费申请开始受刁难，质疑校长打压台语教学。调助连校长，伊一来就要开始停掉这个计划，用足侪方式来阻挡啊，所以阮有足侪业务费拢无法度去来使用。核销的过程，校长一再针对我们说，我们的核销有问题不实。问题是，你如果核销，每一个社群应该都是一样，教师社群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们，就是要让人家误会我们？面对老师的指控，罗厝国小的校长表示，学校一直真支持母语教学。伊去年到任了后，是针对校务流程进行规范，无论是采购、核销等等，拢遵照行政甲会计定序，并无针对特定团体也是计划的要求。阮学校即马咧执行的所有的规定吼，拢是符合行政规定，然后会计程序，迄其实是为着要保护咱的同仁咧做工课时阵，伊不但会使等待伊的
专业，行政上的这个琐事呢，也不会因为不小心而触法。那局这边其实尊重学校他自己校内的行政流程，跟自主去争取更多的计划资源。当然，我们也很感佩老师们在本土语教学上面推动的一个热忱啦。那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有机会可以进行沟通，那局这边会提供必要的协助。教育局表示，尊重学校校内的行政流程，嘛已经受理老师申诉校长伫工课场霸凌，教育局会依照规定成立调查小组，赶紧理清真相。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文化部伫去年12月开始举办台语家庭计划，将近2000个台语家庭参加。不过家长认为，讲要完成规定的课程有影是有困难。也学者建议文化部会当甲学校或者是一寡亲子团体合作，互愈侪人知影这个计划。下尾足长的，而且有小可白白，伊的喙甲伊的骹拢是红色的。台语料理课老师做手工造型馒头，教大人熟悉长尾山羊。这个课程是目前少数开予大人参加的台语活动。文化部咧设台语家庭计划，大人囡仔拢爱参加课程活动扣点数。有家长就反映讲，亲像这款专门办予大人参加的活动无济，而且各地区的活动无条文，有当时要参加也真无方便。针对囡仔的活动非常多，但是针对是大人的部分，因为因过去的生命的经验的关系，其实是上恶影响的。这个作文还是上介重要的。桃园有办活动，也毋过较侪拢是伫中立，也是桃园较北部的较桃园北部的所在，所以阮若要过去参加，就是较费时间，较无法度较方便去参加。也那计划也有规定，每一人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参加意识培育课程，累积4点。有家长表示，这个课会使互家庭了解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也认为这是计划核心精神。但目前意识的课程煞真恶吹。即马都是要扣这个点数就困难的，因为县市政府都是无办，所以阮家己是去参加台语路办的这个艺术的课程，才有法度扣到遐个艺术的点数。经过文化部第一阶段的统计，注册台语家庭有1660户，计共6993人；学习家庭有1122户，文化家庭有538户。统计到3月27日，已经顺利完成认证的学习家庭，干那76户，认证通过率不到1成。通过文化家庭有126户，通过率大约2成外。因为申请做文化家庭的大多数已经是台语家庭，有学者认为，照统计来看，目前这个计划也无对港运站拖出去。你对学习家庭来讲，伊原本是对台语优先，但是伊台语可能无遐尔好，你搁甲即个点遮尔少，活动拢差不多，对伊来讲都无诱因，所以讲。咱第一就是你迄个活动本身，可能迄个形式要变较侪。第二个就是你的点，即个台语的即个一点的即个点数的所在要变较侪。学者呼吁文化部要加强宣传，也建议会当甲一寡教育杂志，也是亲子议题意见领袖合作。另外，有认为这个计划应该中用电园做伙推广，透过电园教育局学校斗推广，像讲发宣传单等等的方式，提供台语家庭计划资讯、活动内容，互更较侪家长知影。安尼才有愈侪机会，互台语行入无共家庭。记者中嘉义邵桂玲、陈亚轩、曾俊佑综合报道。最近台北有册店加遮的连翠花演员，甚至是连歌歌手等人合作，做伙办台语活动，希望互愈侪无共可爱人接触到台语，互伫即个语言通好定睛伫咱的生活当中。唔是三票用大迄种音言，是种下善因，结下善缘，结出善果的善化咧，人牛肉汤哦。演员用台语练喙花，人甲节目评审甲其他演员拢喙笑目笑。当兵是作家，是会想，也是戏剧演员。伊讲家己自2019年开始做 talk show， 就拢会参一半句仔台语。到即马来，毋若用全台语练喙花，嘛甲台北嘅册店合作，招其他戏剧演员不诋毁含台语念歌创作者张雅顺等等做阵参与，希望互民众接触到无共形式嘅台语。拢有咧做迄个 open mic 活动，因迄个 open
好歹就是讲，你要讲华语嘛会当，你要讲台语嘛会当，拢会使讲啊！你嘛会使唱歌啊，嘛会使讲安尼，就是为这个合作的这个机会开始，就想讲无咱来做一档就是全台语的。册店的创办人刘定光嘛是台师大台文系的教授，伊认为台语要发展要定根伫咧生活当中，敢若培养台语能力也无够，嘛就透过真少年家现代人会讲伊的娱乐形式，接触愈侪无共口味的人，所以册店才会规划台语导入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台语要推广、要复振，它本来就要尝试多元的面向。那个面向不可能只是出版或是正式的这种戏剧院的这种表演，它可以是更庶民的。那我们现在就在开发这种更生活面向的表演形式。册店拍算伫4月19用1天的时间，互来参与活动的民众通听到台语俗言、笑步歌，也佮有戏剧和念歌。刘定光毋望台语通对无共的时间，台语毋但会当讲严肃的代志，也通讲笑话，也通解优雅。伊认为，逐项拢爱有台语的功能和环境，才有法度行向正常化。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早起9点53分，宜兰苏澳发生规模5.8的地震，19县市拢有感受到。这宜兰花莲上大震度有到4级。地震测报中心就表示，地震发生是伫咧乌克兰海座的西边，算是中侵占的地震，对地面影响较小。有时候那个收音台那个。监视器翕到宜兰超市收银台摆啊摇来喊去，震一下，将被单介绍的民众也讲去。地区本身大家拢惊到，店员冲出柜台找所在比，地震摇了10几秒钟才停来。觉得头晕。头晕。对。有摇很久吗？摇都有多久？差不多10几秒左右吧。地震的时候先躲一下，等地震过之后再工作。最早早起9点53分，宜兰苏澳发生规模5.8地震，上大震度4级，规个北台湾拢感受会到。宜兰县的武塔、花莲县的太鲁阁拢是上大震度4级，桃园、新北的新店、台中、新竹的竹东、彰化市拢是3级。国家级别警报伫咧地震了16点6秒钟就发出，迄当阵台北积分是赶紧停赛，好加赛又甲无明显，无人受伤。台北积分是慢速赛车，伫咧无异常回报了10点08分全线恢复正常。这个地震因为它的一个震源的深度是算中深层的一个地震，它的深度影响，所以造成地表的影响大概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震度的一个表现。地震测报中心讲，这边是伫宜兰县政府南东方15.5公里发生时速规模5.8地震，因为是中侵占的地震，对地表影响较小，不过依然有19个县市感受会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要推动这粪扫处理废水、这粪扫地下征收的政策，去年高雄相对市内3个区的超商来推动，所以因为这效果袂歹呢，今年下半年准备要扩大到12个区的超商。不过，就机关这边讲，为什么干那做超商，也袂要来推广到一般的住户呢？这环保局就表示，一般民众接受度无悬，会继续加强宣导。将粪扫款好势，爸爸期待准备要提起单。若是粪扫用的粪扫地啊，爱开钱买专用的，民众敢会当接受呢？高雄市议员表示，高雄的粪扫量降袂落来，是专用粪扫地啊政策推缩上班，应该要比较台北撒水粪扫地啊征收，因为高雄目前敢若3个区的超商在做，效果无够好，建议市府爱全面推缩。如果减量，这个基本上应该要有的观念啦。那还要靠这样来推广，那也不排斥的，不能够太增加那个人民的那个负担、经济负担，因为像我们年纪这么大的已经没有收入的，所以会考量那个经济负担。可能丢垃圾要花钱，大家就会想一下，对，但是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快的就接受，可能还是会有点反弹的。目前全台敢若台北甲新北在做随地征收，其他县市的粪扫处理费也是对水征收。议员建议会当先分区试做，好民众豆豆接受。环保局表示，高雄资源回收率逐年在成长，目前有57%。因为去年伫超商试办的成效袂歹，今年下半年会扩大推广到12区。另外，一般民众的部分也会来加强宣导。是从台北的经验看来，这个效果是十分显著的。那其实我们当然逐年我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被重视。那我觉得高雄呢也不应该落人后啦。有感的部分就是从口袋再拿钱出来去买垃圾袋，那会让市民觉得有时候会不方便。所以
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再加强去宣导，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所谓资源回收率提高的。毛民众认为，垃圾减量甲资源回收拢是基本观念，确实无相关的配套措施，规定用专用的垃圾袋啊，只是搁加一项塑胶污染。记者柯卡祖库朝阳高雄仓报道。高雄的乌托邦超过200万台，不过因为这停车格也无够，加上外送业务增加，将这店家外口呢乌托邦是拢乱停。就机关建议讲，高雄会当参考到外县市做这智慧临时停车格，交通局也讲会来研究看要安怎做。就直接停在那里。民众骑奥多拜载人来做亚高铁站，明明牌啊顶悬有写头前100公尺有停车场，临时停车前30分钟免钱。不过民众也是停伫红线，互人落车。边仔某民众直接骑起来人行道咧等人，那车头周边有违规停车的问题，有外送平台业者反映，因为奥多拜停车格无够，因伫咧送物件时阵嘛是会违规。若是运气歹，拄着警察开单，迄天就等于是白做的。为了接人嘛，都是图个方便啊。那当然就是最近比较容易停车的地方就直接停了。店家生意很好，外面都没有位置，我们也会先暂停在那边，想尽快取餐就走这。因为外送业务的增加，去年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就建议地方政府应该爱规划奥多拜临时停单区。有议员表示，高雄市有200多万的奥多拜，数量全国第一。即卖台北、桃园、新竹拢开始试办奥多拜临时停车格，建议交通局会当比较办理，而且爱做地轨停车格。最主要是让这个停车区的轮转率会高一点哦所以如何来规划，然后相关的费率，或者是说是怎么样来开放这个临时停车区？机车只有后面有车牌，对，是那需要因为我在路侧没办法照到车牌。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奥多拜违规停车互拖掉上侪前3名，分别是三明区、苓雅区甲左营区，大部分拢是伫车头、捷运也是上环附近。对此，交通局表示，因按算16会甲外送平台业者开会讨论临时停车的问题。若是地轨停车格技术方面无问题，会找违规停车较严重的地区来试办。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仓报道。来看新竹的台语团体母鸡囡仔骨拜三是招爸母带囡仔来办这全台语的活动，甲这个囡仔人做 DIY， 而且佫透过着台语故事，教大人囡仔安怎做情绪的管理，有近亲子的关系。家长也讲来到这，毋若活动心息，上界重要是囡仔有台语伴。摕用过塑胶杆仔加纸巾，加上刷蚊泡，对柑仔喙喷一下。彩色的刷蚊泡就随出现，囡仔看了感觉真神奇。不少家长专工带囡仔来参加，因为活动心息，而且佫有台语伴。囡仔真正会当做欢喜，而且爽，而且拄着着讲台语的囡仔伴。阮大人嘛是会当安尼交流，饲囡仔的一寡知识啊啥的，拢会当用台语讲，我就感觉足亲切的安尼。伫好好，伊阿兄会讲台语转来，让袂啥晓听。所以我们才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来看看白天我们也可以多接触人，然后让他也多一些刺激，可以听到一些台语。有的人体真好斗阵，有的呢，要哪讲呢？淡薄仔歹流量。有趣味活动，佫有台语故事通听。新竹母鸡囡仔窟拜三举办亲子活动，现场除了有好耍的游戏，伊也利用这个机会安排课程，教大人参囡仔安怎管理情绪。因为囡仔发展到3岁左右，伊会慢慢发展无同的情绪，发现讲家己有无同的心情，要互因认捌，接受家己拢有足侪的情绪，知影安怎按答，哪佚佗，会当哪练习讲安怎喘大气，甲家己平静落来。主办单位指出，透过活动，除了会当互亲子之间的感情更较密，也互囡仔自然接触台语，互母语文化自细汉定根。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国立台湾文学馆拜三举办改编自真人真事性别特点，展出着作家林妙珍、林奕涵这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个因过去关心的这性别议题、社会议题一项记录。国立台湾文学馆就表示，希望透过特点来思考着性别议题伫现代社会重要性，也了解文学也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力量。
规排碰碰的空气包顶悬印文字，象征性别议题伫社会上的压力。这是台湾文学馆举办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性别特点，现场展出1990年代作家区别丁甲少年作家林奕涵的文学作品。特点希望大家对这挂文学作品感受性别议题，对文字当中了解女性伫社会面对压迫甲暴力的情景，听到文学反抗的声音。林涵事件其实也跟Me Too 有相关性哈。那林涵事件又让我们可以看到受到侵害的人，他们如何透过文学进行发声，而且他可以串联同样处境的人，那进而去改变社会。作家区别丁伫立顶悬写讲，伊想要做记者的愿望，佮有林奕涵过去的学习报告，拢呈现对性别社会事件的关心甲思考。这个点状拢是头届公开展出。国立台湾文学馆表示，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不过却是作家寄托家己生命经验、观察社会感受是真实的。希望大家当感受到文学也是促成社会改革的力量。以下的物件，甲我今嘛所拄到的情形，可能有就赶快的所在。那其实文学就产生了它这样子的一个力量。那大家就会开始去思考。去想讲，阮即马拄到的情形，其实我毋是一个人尔，是足侪人拢拄到这样即马的情形。咱会当安怎做？那其实文学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来给大家去做思考。这个性别文学特点会展到今年10月12日，国立台湾文学馆表示，真希望透过文学来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带大家思考性别议题伫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记者张嘉义、林秀凯台北报道。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6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正月初5开讲，迄讲是啥物新名的生日呢？正月初5，观世音，即摆袂当讲，袂当讲，袂当讲，你好叫人才使讨论。来，观世音，观世音，观世音，干嘛呢？干嘛呢？